乜哥歷史散策將會帶領大家登陸沖繩，認識琉球演變成為沖繩嘅歷史。喺二戰期間，多達1/3嘅沖繩居民不幸喪生。究竟係咩原因導致咗咁樣異常高嘅人口死亡率呢？第4集沖繩戰役淚與血將帶領各位親臨昔日嘅戰鬥現場，深入理解呢場戰爭點樣深刻咁塑造當地居民嘅集體記憶同埋觀點。日軍喺1942年喺中途島海戰慘敗之後，開始重視喺沖繩嘅防衛建設。日軍其後喺福岡創設咗第32軍，不斷派實戰部隊進駐沖繩本島。1944年10月10日，美軍首次大規模空襲那霸市中心。呢一場空襲導致咗超過600人喪生，近1000人受傷。那霸市90%城區被毀，大量琉球王國嘅文化遺產亦都喺烈火之中化為灰燼。第一站，我哋到訪對馬丸紀念館，了解平民喺戰爭時期所受嘅苦難。1944年6月，擁有眾多沖繩移民嘅塞班島俾美國攻陷，為沖繩縣民帶嚟咗極大嘅震撼。由於擔心美軍嘅下一個攻擊目標將會係沖繩本島，日本隨即啟動居民疏散計劃。同年8月，對馬丸載住1700名平民同埋兒童喺那霸市開往長崎市。然而，該船喺航行途中遭到美國海軍潛艇擊沉，只有300人幸存，罹難者多數都係學童。為咗應付美軍嘅進襲，第32軍指揮官牛島滿中將將佢嘅司令部設置喺首里城嘅地下戰壕裡面，部隊分別配置喺中部同埋南部。除咗第32軍司令部壕之外，同沖繩戰役有關嘅戰壕仲有唔少。當中舊海軍司令部壕喺戰後得到修復，並改建成為資料館，展示二戰嘅相關資料。舊海軍司令部壕係日本海軍喺沖繩地區嘅總部所在，當時係為咗保護小鹿飛機場，即係今日嘅那霸空港而建造嘅。戰壕採用咗水泥同埋木樁加固，全長達到450米。沖繩戰役期間，地下陣地容納咗多達4000名士兵。美軍最終喺1945年4月喺沖繩本島中部嘅西海岸登陸。前田高地係日軍首里防線嘅其中一個重要防禦據點。美日兩軍曾經就喺呢一度爆發激烈嘅戰鬥，美國人稱之為血戰鋼鋸嶺。由米路吉遜執導嘅荷里活大片《鋼鋸嶺》就係以呢度發生嘅戰鬥為藍本嘅。前田高地地勢險要，而且日軍據點建設堅固，令到美軍付出咗大量死傷先至成功奪取高地。而家前田高地已經成為蒲添大公園嘅一部分，喺山頂可以一覽沖繩本島南部到中部嘅美麗景色。戰火之下傷亡嘅唔止係美軍同埋日軍，仲包括咗平民同埋朝鮮人軍夫。沖繩島嘅地面戰造成其他地方唔會見到嘅慘況。沖繩中南部嘅攻防戰裏面，日軍使用不惜代價嘅戰術，死傷慘重，12萬守軍幾乎全數陣亡，佢嘅傷亡規模係美軍嘅10倍。日軍最終不敵美軍嘅猛攻，第32軍司令部所在地嘅首里一帶被美軍三面包圍。牛島滿喺5月22日決定放棄固守，向南撤退。
6月19日，退到南部海岸嘅牛島滿下達最後嘅軍令，各部隊由軍階最高者指揮，應英勇奮鬥到最後，為悠久的大義而生。接住就同參謀長一齊自盡。沖繩戰役期間，日軍守護嘅唔係沖繩居民，而係日本天皇制呢個國家。戰鬥中不斷發生日本士兵殘殺居民、虐待朝鮮人軍夫嘅悲慘事件，俾日軍強迫唔可以成為戰俘而集體自盡嘅人唔喺少數。而牛島滿臨死之前下達戰鬥到底嘅命令，唔單止令到戰爭延後終結，而且徒然增加沖繩居民嘅犧牲。沖繩縣民因為戰爭而犧牲嘅合計超過12萬。如果將終戰前後因為戰爭病死、餓死嘅人包括入嚟，可以推斷犧牲嘅大約有15萬。以二戰前沖繩人口49萬人嚟睇，大約每3個人之中就有1個成為咗戰爭嘅犧牲者。二戰之後，美軍永久性基地建設全面展開，美軍出動武裝鎮壓農民抵抗，依靠刺刀同埋推土機強徵土地。沖繩縣佔日本全國面積不足1%，但係駐日美軍超過70%嘅軍事設施都係部署喺呢一度。雖然沖繩喺1972年歸還日本，但係美國將沖繩定位為太平洋上面嘅基石，島上面至今仍然設有加手納飛行場同埋普天間飛行場2個主要基地。駐紮喺加手納飛行場嘅美國空軍總共有2萬人，另外仲有1萬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駐紮喺普天間飛行場。喺沖繩嘅美軍人數仍然喺3萬以上，長久以來為當地嘅公共安全同埋自然環境帶嚟沉重壓力，居民抗議之聲此起彼落。